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新竹市立体育馆参与元客青少年2024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，也感谢能够来北中南东区各区齐聚一堂的精彩的篮球好手。紧接着假场地要来进行的将是国中男子4强战 semi final， 延中队要来出战达库拉。 沈云对，18号。等一下我们做球员介绍会，你们直接站中间脚，然后跑到那边练2遍就好。 再次感谢莅临新竹体育馆2024年元客青少年3人篮球总决赛。家长地这边马上进行的是国中男子组准决赛，将由延中2人对上达库拉。马上为各位介绍本场次对战球队的2队球员名单。这边这是身着蓝色球衣，一起来欢迎延中3人篮球队 No.1 1号陈彦俊，No.5球背号我蔡陈佑。 No.8号林默克，以及No.2。 为各位介绍本场正式出来2位执法指导老师，裁判员张诗嫣以及裁判员陈兆义。那么这中来，确定先光首先是先。 这边只要有红色就可以。来过来进攻。这些需要的直接入。
有天猫的失误，打出了拿到分。现在对手，这是上半场的两号球员，杨崇仁，这是他的没有回传，球权回到严中。这三个，打出了他的控球外围，有里有外的打出了，一个切入篮。严中要加油，严中！有这一局的出手造成了犯规，请国小男子组正确号收数国小严中二人，严中有终于有站上罚球线的机会，加油！歌手参与陈佑严中，一个强势单打打出了蔡金瑞，很重要的球权，还有这个精彩掌手压迫造成的左部违例，球权来到打出了。这是要造成犯规，出手动作的犯规给罚球的机会。打出了。还是进攻对球。6时间5秒，下场3分，严中。这一球正面 no play，no play。
们这4强战没有沙滩队。严中球，加油！防守对球。 Sakura ball. Bingo! 陈俊凯。一个外围缺少表情，这是 miss。第2次出手，还是 miss。Sakura ball wide open， 哇 ，air ball。 台湾人叫大包。也是结束，恭喜小克在这场比赛获胜。这场比赛获胜将能够挺入最后一场赛事的国中男子组的冠军战，再次恭喜小克。 好球！球！
2024年联合青少年双人篮球全国总决赛国中男子组4强赛的第2场比赛，马上为各位介绍本场是最干脆的2队登陆成员名单。首先为各位介绍参赛是中国的第3个体测球员，一起来欢迎超音速篮球队。为各位介绍超音速登陆球员团的6号黄进华。那么原本需要吴寿奇中间摔的3号王道，我们这是身球的之前的黄色球衣，来欢迎98年的球队，香港的2队2号曾宪邦，投出率3号廖思凯，投出了7号林志强。到后面去。真的是辛苦2位执法科老师、裁判员张书根以及裁判员陈兆义。其中的决定球权率先由紫色球超一起来投进攻的进攻，获胜者就将选出最后一场比赛的冠军单比赛正式开始。欢迎球。来，这边来高速，这是把精彩的速度。还有我们底线。
前方换为 Run， 杨俊华精彩的手背，这个主攻
也造成了进攻违例。球权回到超音速，加油，两队加油！这球做分享，李运贤 ，Google。老鸨，有几分？交易时间，终于来恭喜7个嘞，10分之差，来惊险的击败了川音速。当然，谢谢川音速，一样在场上打出一条精彩的好球，恭喜7个呢，即将来在最后一场赛事来举行最后的冠军战。34066高手，264高手，请到进场地。264高手，请到进场地。
这个麻烦球队就位哦，要做介绍，麻烦球队就位要做介绍。那个麻烦请非球员哦，稍微往旁边一点，这边让球员。严老师，不好意思，那边让球员站一下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球员先不要出来，你要做介绍。Queen， 国小女子组 Queen， 国小女子组 Queen， 现在要进行比赛。快点，一场地，快点！2024年元科青少年3x3篮球赛团结圆梦，就在这一刻，全国总决赛国小组男子组的冠军战即将要来正式展开。本场是由大同对上3剑客的比赛，马上为各位介绍本场是对战球员、登录球员名单。首先为各位介绍本场是3着浅蓝色球衣，一起欢迎大同篮球队。欢迎介绍大同全队号2 number 2徐俊伟。number 7全队号7号谢安杰。number 23号陈佑文。number 30号邱国俊。另外为各位介绍本场是身着白中球衣，一起欢迎3剑客篮球队。为您介绍3剑客球员number 2号李宇泽。number 24号周炳彤。number 30号黄嘉玲。再为您介绍本场是2位执法裁判老师，裁判员陈兆英以及裁判员张诗渊。在3人篮球的统一由基地来决定首波的进攻球员。那么第一地的结果，大同率先掌握球权。有登场上场犯规。徐俊伟弯下，有踩线，好的，3面对球。进攻对球，3面对球。精彩的禁区转身，黄嘉玲拿下1分。看看1 point， 陈佑恩大头。准备投球，将投将，造成争球将是防守废球。大同球，也bingo，谢安杰稳稳的1分。
OK。大红球。失去重心就拿下分数，7两节。要追求赢家，球权在3剑客。转身击杀，黄嘉玲3剑客。People.这个高铁3剑客，高铁要回来，大中，到，正当的3推，出手动作2推，大中23号左右分，罚球1分。对，目前平手，加油！1分钟。单打和进攻犯规，犯死了，棒！大长球。没有发生失误，45秒，3剑客球。比赛相当可惜，在最后时间到点之前的进球，所以恭喜3剑客。
介绍一家之大顺利的收场这场比赛胜利，拿下了国港男子组的冠军，恭喜！两队都打得相当精彩，3点各胜获胜，不过大口也是展现相当优异的球技，恭喜两队！2024年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，我们的国中组冠军战即将要来正式展开。本场是Dakura要来出战秀干的校干的，马上为各位介绍本场是对战球队2队登录球员名单。首先为各位介绍本场是身着红色背心，一起来欢迎Dakura 球员 Player number 8 8号张训佳。Number 30 13号杨崇仁 ，Number 15 15号陈俊凯，27 17号蔡炳瑞。而本场是身着黄色球衣，一起来欢迎秀干 A 篮球队。Number 2 2号曾宪邦 ，Number 3 9号3号廖恩凯 ，Number 7 7号林俊腾。本场是2位执法裁判老师张诗渊老师以及陈兆英老师。来了3人篮球3对3篮球赛要来先进行直筒板确认轻攻球权。由黄色球衣秀干类来掌握第一波进攻，2队加油！赢得了国中冠
助手来自于 Shot Club。分下1 point。发现2个。这个橄榄球。然后防守拉到rebound打出来。进攻篮板分下1 point， 陈俊凯射三分，抱歉打出来。还是进攻对球。接下来又是一个主攻，打不拿球，这个内部，底线离脚出手完球，射三分。这是小动作的犯规。打出来，他比赛罚球1次。这个是射橄榄球。又要来打出来。哎呀，精彩的突破，可惜上框而出，打出老步。Lopez Smith handle， 回到切格内 ，Computer，
连续2场的出战，很明显的两队目前命中率都下滑，加油加油！好，犯规。打出来，进球暂停。 打出来的犯规。这边是北京队的领先 ，nice pass。这边，当然攻针线入场，2分领先。 外面的出手 miss， 切完来球，好，再下一层。 这篮球，在时间终了，恭喜撤单！最终也击败了强敌达克拉，获得了我们2024年联合青少年3对3篮球赛国中男子的冠军，再次恭喜撤单！我也感谢达克拉在我们精彩的对战当中打出一场又一场好球，虽然不能够在这场冠军赛获胜，依旧是在本届的赛事表现相当相当的精彩，也恭喜2队都即将进行我们的闭幕暨颁奖典礼，谢谢。